来乡亲啊，继续来看副总统赖清德到南美洲参加咱的邦交国巴拉圭的新总统贝尼亚的就职典礼。赖副总统是坐伫个元首区的第二排，头前就是西班牙的国王甲巴西的总统。赖副总统嘛甲美国的内政部长讲话讲甲真投机，对方佫主动要求要做伙来翕相。另外，教廷的特使嘛特别惊向着赖清德该拍招呼。 贝尼亚总统在致辞的时阵，佮特别讲到台湾，讲未来伊的政府会继续甲台湾合作。伊嘛特别感谢赖清德到场参加典礼。 副总统赖清德伫巴拉圭当地时间19号透早8点来到总统府，先当着参议的议长两个人握手拍招呼。同款嘛是提早到位的是美国内政部长哈兰德，和赖清德开讲一困啊，看起来是讲甲真欢喜，都提出伊家己的手机啊做伙翕相。所有个教廷的特使嘛是行过来互动拍招呼。巴拉圭的新总统贝尼亚就职典礼，赖清德一入场，就和每一个国家代表自然互动。 巴拉圭的新总统贝尼亚就职典礼对外公开大场合，变做者是一个大学问。每一个国家代表分别坐伫台顶的两边，赖清德互安排伫咧第二排，头前坐西班牙国王、阿根廷的总统，边是摩洛哥众议院议长，参西班牙、阿根廷、巴西、乌拉圭、玻利维亚5国的元首共台。线到的时阵，佮参西班牙国王握手，和巴西总统更加是互动亲密。巴拉圭总统发表就职 演讲的时阵，佮特别讲到台湾。Construiremos alianzas y cooperación con una visión geoestratégica, buscando acuerdos horizontales. Nuestra relación con la República de China, Taiwán, es una muestra de esto y del espíritu amigable y cooperativo de Paraguay con naciones a las que tenemos un gran afecto. Y con quienes nos sentimos no solo aliados, sino que también hermanos. 赖清德嘛伫面车顶悬来发文章，贝尼亚演讲讲到兄弟之邦，互伊是真感动。强调虽然地理上巴拉圭参台湾是离真遥远，不过两个国家超过66档的感情，唔捌因为距离来改变。期待能够继续深化国民上的合作关系，做伙创造双赢。 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